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娛樂快訊。首先同大家講一個好消息，頻道會員已經推出咗，大家每個月做會員就可以獲得會員福利，快人一步獲得最新嘅娛樂快訊。中年好聲音4嘅比賽終於進入白熱化階段，嚟緊今個星期日，即係8月9號晚上8點，翡翠台將會播映10強累積排名分嘅第4回合改編歌之夜，10強選手將會迎來史無前例嘅大挑戰。大家要留意累積排名分。去到呢個階段，每一分都係生死攸關，絕對係影響最後能唔能夠殺入總決賽嘅關鍵。今次改編歌之夜，顧名思義就係要將大家耳熟能詳，甚至係識背嘅經典神曲進行大刀闊斧嘅改編。點樣可以保留原曲嘅靈魂，同時又賦予金曲全新嘅生命力？點樣先可以帶俾觀眾同評審全新嘅感動，而唔係俾人覺得偽經典？呢個絕對係考驗一班選手音樂造詣、舞台表現力同埋心理質素嘅終極試煉。喺我哋逐一分析10首參賽歌曲之前，我一定要同大家講下今集中年好聲音4嗰個誇張到離譜嘅嘉賓陣容。製作組今次真係落足重本，碌盡人情卡。首先，嘉賓評審請嚟新秀歌唱大賽冠軍出身嘅譚耀文助陣，佢喺演藝圈打滾多年，演技同歌藝都係毋庸置疑。有佢做評審，絕對係分量十足。除咗譚耀文，今集嘅知音人都非常吸睛，請嚟金牌 DJ 梁繼章同埋范振鋒，兩位都係聽過無數好歌、閱人無數嘅資深廣播人，佢哋嘅耳仔絕對係極度挑剔。你以為咁就完？錯啦！為咗配合改編歌之夜呢個神聖嘅主題，節目組仲破天荒邀請咗一大班香港樂壇嘅重量級幕後推手同巨星。喺節目入面暢談對改編歌嘅獨到睇法，陣容包括歐瑞強、呂珊、陳欣健、歐丁玉、潘偉源、火火、馮正、梁奕倫以及陳少寶。哇！呢個名單一出，簡直係香港流行樂壇嘅半壁江山縮影。佢哋每人一句點評，都絕對係字字珠璣。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。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講返比賽，大家都好關心，究竟點樣先可以喺改編歌之夜攞高分？節目主持車婉婉就非常識做，幫一班參賽者向嘉賓評審譚耀文請教。佢亦都毫不吝嗇，大方公開咗2大搶分秘訣。第一，要有自己嘅風格，絕對唔可以盲目模仿原唱，一定要將自己嘅人生經歷同個人特色融入首歌度。第二，盡量同樂隊溝通多啲。阿譚強調，改編歌最重要係編曲，選手必須要將音樂比原裝做得再精彩。即係話，你唔單止係一個歌手，仲要係半個製作人，要懂得同 live band 夾出火花。好啦，有咗阿譚呢2大秘訣加持，究竟10強選手表現成點？我哋即刻進入戲肉，為大家詳細拆解今集嘅10首歌單同劇透。今集最惹火、最具爭議性嘅演出，絕對非吳亦偉莫屬。佢今次揀咗周華健嘅《花心》，呢首周華健嘅經典歌曲，原曲係日本沖繩歌手喜納昌吉喺1980年發表嘅沖繩民謠風格歌曲《花人心皆向花》。大家對吳亦偉嘅印象一直都係 chill 到爆、輕鬆，但係今次佢完全搣甩咗過往嘅包袱，嚟個180度大轉變。佢竟然挑戰將周華健嗰首充滿陽光氣息、溫暖人心嘅名曲《花心》爆改成極度幽怨嘅迷幻妖豔版。吳亦偉當晚嘅唱腔極度幽怨，配合埋非常肉緊嘅表情同獨特嘅肢體動作，成功喺台上建立咗一個與眾不同嘅迷幻世界。呢種極具實驗性嘅大膽風格，可以話係完全顛覆咗觀眾對花心嘅既有印象。不過正正因為風格太前衛，竟然引發咗評審席上罕有嘅激烈內訌。張佳添同可兒對呢個演出嘅睇法完全係南轅北轍。張佳添力撐，表示自己完全投入咗吳亦偉嘅迷幻世界，仲話我當咗係聽新歌咁話。佢大讚吳亦偉揮灑自如，但就稍為指出開頭第一段音色比較緊。點知可兒完全唔認同張佳添講嗰個瑕疵，佢直接反駁話吳亦偉一開始高音比較緊，係因為佢刻意想製造 layer 層次感。可兒直言，我比較中意佢前半首歌有種克制嘅感覺。哇，兩位評審解讀上出現咁大分歧，
究竟吳奕偉呢個大膽嘗試係神級創新定係險過剃頭？大家星期日晚一定要擔定凳仔聽真啲。有東方不敗稱號嘅尹景順，今次揀咗天后鄭秀文嘅經典慘情歌《唉聲嘆氣》，原曲係意大利女歌手羅拉保西尼嘅歌。鄭秀文原版嗰種愛到失去自我嘅無力感已經好難演繹，但景順為咗突顯歌曲中嗰種彷徨無助嘅意境，竟然決定向極高難度挑戰加入椅子舞演出。大家要明白，唱歌本身好講求核心力量同呼吸控制，但景順竟然坐喺度唱之餘，仲似做體操咁，不斷咬腰、伸手、揈腳。最誇張嘅係去到歌曲高潮，佢竟然企上張凳度，一邊做燕式平衡，即係單腳站立，身體前傾，另一隻腳向後伸平，一邊飆高音，而且氣息係完全冇受影響。呢個神級表現震懾全場，肥媽睇完都嚇到眼突，直言起初以為景順坐着唱歌必受影響，佢仲要企上去提起隻腳，我做唔到啦。而可兒就用到冇味兩個字嚟形容景順嘅演出，讚佢將極高嘅唱歌技巧隱藏喺情感同動作之中，完全冇賣弄技巧嘅感覺。景順呢次絕對係將視覺同聽覺推向咗另一個層次。上集釋放內心野獸，憑破格跳唱勇奪 MVP 嘅周志康，今集回歸心情挑戰已故歌手陳僖儀嘅神曲《菲菲》，原曲係韓劇《擁抱太陽的月亮》嘅主題曲。菲菲指嘅係流言蜚語，一對戀人受唔到長時間嘅流言打擊而不得不分開。菲菲呢首歌本身旋律已經非常悲絕，要唱得出嗰種痛徹心扉嘅感覺絕對唔容易。周志康今次將佢多年嘅演戲經驗完美融入歌聲之中，佢唱到副歌時感情層層遞進，配上極致哀痛嘅表情，完美營造出一個令人心碎嘅傷感氛圍。嘉賓評審譚耀文睇完都忍不住激讚，唱歌感情配合得好好，呢樣係我好欣賞。志康每次唱歌都交足氣，但係最感人嘅一幕係擔任知音人嘅金牌 DJ 范振鋒。睇完志康嘅演出後，情緒極度激動，甚至爆喊力撐。阿范坦言，今次嚟做嘉賓，最期待就係睇周志康。佢回憶起以前志康去拍戲嗰陣，自己已經不斷鼓勵佢唔好放棄唱歌。今次親耳聽到志康嘅現場演繹，阿范斬釘截鐵咁對住佢講：我話你唱歌唱到咁樣，你真係唔好放棄，你一定要繼續唱歌。面對前輩嘅真情流露同肯定，周志康亦都非常感觸，眼濕濕咁多謝對方。佢係其中一個喺我演戲途中去鼓勵我唱歌嘅一個前輩。呢段演藝圈中嘅神仙友誼，相信到時播出嘅時候，一定會搞下唔少電視機前嘅觀眾。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另一粒超級催淚彈落喺許雲妮身上，佢今次挑戰香港流行樂壇嘅殿堂級金曲陳慧嫻嘅《傻女》。呢首歌原版係美國歌手 Maria Conchita Alonso 嘅《La Loca》，呢首歌無數人翻唱過，要唱出新意，同時保留那份執迷不悔，難度極高。許雲妮選擇由內而外咁爆發，佢由歌曲一開首就用絲絲入扣嘅幽怨唱腔，將觀眾拉入悲傷嘅漩渦。隨住音樂推進，佢將內斂嘅傷感慢慢轉化為令人心碎嘅撕裂感。唱到尾段，許雲妮更加係完全與傻女角色融為一體，眼泛淚光，真情流露，將那份痛愛演繹得淋漓盡致。呢個極具感染力嘅演出，成功俘虜咗評判。譚耀文特別點名稱讚雲妮嘅情緒拿捏得極之到位，而知音人梁繼章更加係被深深打動。佢毫不掩飾咁話：頭先你嗰種傻氣加埋幽怨感覺，我係好投入，一路跟住你唱，能夠令一個金牌 DJ 完全沉浸喺自己嘅歌聲入面。許雲妮今次嘅表現絕對係超水準，有小野貓之稱嘅蔡密哲今集繼續發揮佢嘅跳唱優勢，着上極度性感嘅拉丁舞衣，挑戰經典老歌《我的心裏沒有他》。呢首歌原曲係西班牙文，歌名嘅翻譯成英文係 History of the Love。呢首歌被無數天王天后翻唱過，密哲今次帶嚟嘅係充滿澎湃能量嘅版本。佢喺台上大跳拉丁舞，邊扭腰邊踢腳，高能量嘅演出瞬間將現場氣氛炒到最熱。不過大家有冇發現，一向正能量爆燈、笑容滿面嘅密哲
今次喺台上竟然刻意收起笑容，原來呢個係佢對歌曲嘅深度理解。麥哲唱完之後解釋，因為呢首唔係咁開心嘅歌，冇錯，我的心裏沒有他，雖然節奏輕快，但歌詞其實係講緊一種決絕同埋內心嘅糾結。評審周國峰對麥哲呢個處理手法大表認同，直指呢首歌係唔可以完完全全太過開心，並大讚麥哲今次嘅演出充滿成熟女人味，識得用表情管理嚟配合改編節奏。麥哲今次絕對係醒目女，立即訂閱我哋頻道，記得撳鐘仔，第一時間知道娛樂大小事。雖然目前官方釋出嘅劇透未有太多關於鄭仲豪嘅詳細描述，但單睇佢揀嘅歌單，張立基嘅《Electric Girl》就知今次絕對唔簡單。呢首歌係90年代初香港極具代表性嘅快歌跳舞名曲，原曲係日本歌手陣內大壯，係1989年推出嘅日文歌《天網恢恢》。要在改編歌之夜演繹呢首歌，鄭仲豪好大機會會喺編曲上有變化。對於中年好聲音選手嚟講，快歌嘅氣息控制同埋節奏感 groove 係最大考驗，大家一定要密切留意仲豪點樣炸爆個舞台。鄭家星今次大膽挑戰哥哥張國榮嘅經典不羈名作《拒絕再換》，原曲係日本搖滾樂團安全地帶主唱玉置浩二，係1986年發行嘅日文歌，個歌名嘅意思係令人着急。而今集嘉賓評審譚耀文正正係繼續寵愛20年，哥哥逝世20週年紀念演唱會唱過拒絕再換，佢一定可以俾一啲非常獨到嘅建議俾家星。廣東話版嘅拒絕再換係講緊男女情愛入面嘅遊戲規則，而哥哥原版嗰種由內到外散發出嚟嘅叛逆同不羈係好難被複製嘅。家星今次要點樣演繹？作為觀眾，我哋最期待鄭家星能夠喺台上展現出有別於以往嘅狂野一面，突破自己嘅框框。講咗咁多個精彩演出，戲肉終於嚟啦！網上目前正瘋傳今集改編歌之夜嘅兩大賽果傳聞，雖然官方未證實，但根據我哋嘅詳細分析，呢啲傳聞絕對有跡可尋。第一大爆料網上盛傳，今集勇奪 MVP 嘅係許美琪，大家睇睇佢嘅選曲，容祖兒嘅《這分鐘更愛你》呢首歌係改編自法文經典《席琳迪翁》，如果愛已足夠，旋律優美，但音域跨度極大，非常考驗真假音轉換同埋氣息連貫性。美琪一直以嚟嘅唱功都係四平八穩，如果傳聞屬實，即係話佢喺今次不但完美駕馭咗 Joey 嘅高難度技巧，甚至可能喺編曲上加入咗非常宏大，甚至係歌劇式嘅元素，先可以力壓全場，係眾多大爆發嘅選手中脫穎而出攞到 MVP。如果美琪真係攞 MVP，這絕對會係佢喺中年好聲音4入面最光芒四射嘅一役。第二大爆料亦都係關乎十強積分榜命運嘅傳聞，網傳陳旭培喺下集會極速追近尹景順嘅分數，兩人差距將會由原本嘅19分大幅收窄到只差13分。呢個傳聞意味住乜嘢？意味着陳旭培喺今集改編歌之夜演唱梅艷芳嘅《曼珠沙華》，一定攞到超高分，甚至可能係全晚第一或第二高分。原曲係日本超級巨星山口百惠，係1978年發行嘅同名歌曲《曼珠沙華》。山口百惠演繹嘅原曲充滿咗冷艷同宿命感，梅艷芳係翻唱時將曲調略作調整，用成熟華麗嘅風格演繹成為廣為人知嘅粵語經典。《曼珠沙華》係一首充滿傳奇色彩同戲劇性嘅歌，梅艷芳嗰種大氣同滄桑極難模仿。陳旭培如果能夠用男聲去演繹，並喺改編上加強戲劇張力，可能係探戈，絕對有機會一鳴驚人。如果分數真係大幅收窄，咁代表住接下來嘅10強淘汰戰將會空前激烈。原本以為穩操勝券嘅領先者，隨時會被後來居上。最後係由淑晴演繹周華健嘅《讓我歡喜讓我憂》，原曲係日本雙人組合恰克與飛鳥嘅男與女。今集有2位選手都揀咗周華健嘅歌，另一位係吳奕偉。相對於吳奕偉嘅迷幻妖豔，由淑晴用女聲去演繹呢首經典男聲情歌，女聲嘅細膩溫柔，配上呢首講述感情患得患失嘅神曲，只要喺編曲上花啲心思，改成鋼琴獨奏或者弦樂版，絕對有力成為當晚嘅安靜力量。
以柔制剛，隨時殺出一條血路。總括而言，今集《中年好聲音4》嘅改編歌之夜，絕對係開播以嚟質素最高、最具爭議性，亦都係最催淚嘅一集。你想睇視覺震撼，有尹景順嘅高難度體操椅子舞，同蔡密哲嘅性感小野貓跳唱；你想睇破格爭議，有吳亦偉搞到評審意見分歧嘅迷幻版花心；你想聽走心催淚，有周志康搞喊范振鋒嘅神級飛飛，同埋許雲妮令人心碎嘅傻女，仲有網上瘋傳嘅 MVP 許美琪，同埋狂追分數嘅陳玉培。十強選手為咗留低，已經毫無保留咁釋放自己嘅內心野獸同音樂潛能，加上譚耀文、梁繼章、范振鋒以及一眾星級音樂人嘅專業點評，今個星期日晚8點翡翠台，大家一定要霸定靚位，帶定紙巾，見證呢場音樂盛宴。好啦，今集嘅娛樂快訊差唔多嚟到尾聲，聽完我哋嘅分析，你哋最期待邊一位選手嘅改編歌演出？對於網上傳聞許美琪攞 MVP， 你哋又覺唔覺得實至名歸？而吳亦偉嘅迷幻版花心，你哋係企喺張佳添嗰邊，定係撐可怡嘅睇法呢？馬上喺下面留言區踴躍留言，話俾我哋知你哋嘅心水同睇法，我哋會親自回覆大家嘅留言。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小鈴鐺，就唔會錯過任何一條最新娛樂快訊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